自從深圳成立經濟特區以來，吸引咗大量嘅外資同埋企業，從而導致咗人口迅速增長。為咗維護特區嘅社會秩序同埋治安管理，深圳喺1986年4月1號正式啟用85公里長嘅二線關鐵絲網，而且設立咗南頭、同樂、百望、梅林、布吉、沙灣等10幾個檢查關口。從此之後，深圳分為關內同埋關外。凡係內地人員進入深圳特區，都要辦理邊防證。喺呢度工作或者做生意嘅，仲要辦理暫住證。而辦理以上證件究竟有幾難，相信當時嚟過深圳嘅人都好清楚。因為深圳係改革開放嘅前沿地帶，機遇好多，好多人都懷住夢想想過嚟闖一闖。其中有一部分人冇辦證件，而係通過一啲另類嘅渠道進入咗深圳，所以就會出現治安叔叔經常上門查戶口，或者喺路邊查證件。如果俾人查到冇證件嘅話，唔好意思，先去派出所踎返一晚。假如冇人認領嘅話，咁恭喜你，你有資格入住令人聞風喪膽嘅東莞樟木頭。仲係冇料到嘅話，2、3個月嘅咕喱等住你去做，做完之後送你返鄉下。記得喺90年代嘅中期，自己啱啱出嚟工作冇幾耐，有個做民兵嘅兄弟同我講，今晚佢哋同派出所嘅人執行查戶口任務，問我要唔要跟住一齊去。我當時出於好奇就跟咗過去，結果入屋查咗幾個匿喺角落頭嘅無證人員。當時望住佢哋好驚嘅樣，其中有一個女仔用懇求嘅眼神望住我，令我無法正視。但係最終佢哋都係俾人拉咗上車。我望住部人貨車後邊嘅鐵窗，有幾隻手伸咗出嚟，好似向我求救。我當時沉默咗好耐。呢一件事令到我好幾日都唔能夠釋懷。其實喺我心入邊係好敬佩呢啲勇於嚟深圳打拼嘅人，佢哋為咗生活，為咗改變命運，離鄉別井。尤其係敬佩嗰啲俾人捉完一次又一次，永不言敗嘅人。冇辦法，嗰個年代就係咁樣。自此之後，我再睇到有人喺路邊查證件，我再冇靠前去。後來2003年喺廣州發生咗一件大事，一名青年以生命為代價，促成社會收容遣返制度嘅改變。自此之後，邊防證同暫住證基本完成佢嘅歷史使命，並且逐漸退出歷史舞台。2013年開始，深圳二線關亦都陸續拆除。2018年正式頒布撤關。故事講完，多謝收聽。